國際影星成龍最近喺宣傳新片《過家家》嘅時候，罕見咁講家事，甚至喺廣州路演現場，通過媒體向佢嘅仔房祖名公開道歉。呢位71歲嘅武打巨星坦白，自己以前恨鐵不成鋼嘅教育方式對阿仔影響好大，最終令到父子關係變得疏離，甚至依家有斷聯嘅情況。成龍反思自己以前對阿仔就係見面就罵，訪問都唔放過，將自己未能實現嘅期望全部加喺房祖名身上。佢透露，父子兩人原本約好1年打1次電話，但因為佢嘅習慣性批評，連呢個聯繫都斷咗。就算房祖名喺父親節或者生日打電話問候，成龍都會嚴厲咁話唔好喺生日打電話，平時都打先得㗎嘛，搞到個仔唔敢再聯絡。成龍坦言，有朋友口中先知道我傷得佢好深。今次嘅深刻反思，其實源於拍過家家嘅感受。成龍喺片中演一位患阿茲海默症嘅失獨老人，劇中父子和解嘅情節深深觸動佢。佢帶住悔意講，依家明白教育應該俾仔女自由發揮，對阿仔嘅期望由望子成龍變成希望佢平安快樂。即使成龍話如果可以重來，可能仍會嚴格，但佢都認識到咁樣教仔女係唔啱嘅。成龍呢個遲嚟嘅道歉，引起公眾對傳統嚴厲教育方式嘅反思。呢位喺銀幕上塑造咗無數英雄形象嘅巨星，依家正面對並努力修補同個仔之間嘅關係。